有没有睡着？没有。都还在吗？在。突然觉得很想要拿椅子坐，然后站着听慢歌很痛苦哦。好啦，然后来一些振奋人心的事情给大家知道好了。其实今天还蛮多人来的。其实这张专辑真的用尽了我一生中所有的人情，还有前面几年好不容易存到的钱。没有人看过Live House还有百交响乐团的吧？很贵，你不知道。啊，对不起，是啊。还有齐腿对，齐腿对。刚刚介绍的新闻邮箱，阿力哥又来到现场了，然后在后面挥挥手，因为刚 Q 他的他刚好不在，有考已经唱完了啦，你来不及，你来明天的啦。然后还有其他就是看我啦，我才是主角。然后我也要很感谢今天有很多特别来宾，然后他们都比较低调啊，就待会就让他们低调这样子。我感谢我人生中那个母语专辑里面第一次有女主角隋棠。很低调，不用开灯，不用你不用开灯，她也是很白的。灯要在这里，这边比较黑。然后还有罗美玲也来到现场了。夏夏，陈珊妮大姐。然后小头唱片的唱山大哥，黄国金姐姐，还有厉害的导演魏德胜导演。为什么在德克他来讲我不想不打我？我已经赛德克只能看了。还有还是赛德克的马志祥，还有Elsa，还有跟我一起工作伙伴的我的吴峰哥、摄影师菲菲，还有帮我做专辑翻译英文的英文很烂韩主那个。我前面广告，我怕得罪人呢。谢谢他们，这张专辑真的很感谢。来，你们要给他们掌声吗？他们下次才会投资我。有感受到吗？隋棠，下次演人妻讲一下扣一下。很坏啊，扣人家。好啦，今天他们来真的很紧张，前面不知道表现的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好吗？好。你们是迷妹啊，当然讲不讲。好啊。我们这一次很大的挑战就是，我以前都弹吉他，我现在都没有乐器，我突然觉得手好空。然后也因为学乐老师他们帮我编曲哦，今天带很不一样的巴萨诺巴，没有看过用竖琴用弦乐团来做巴萨诺巴哈。没有。带来这首歌，别在多兰的土地上，你轻易的。